安。平安。感谢神，让我们再次聚集在这里。上帝是爱的源头，我们从神领受满满的爱，在我们的每一天每个时刻，因着我们内心充满上帝从上帝来的爱，我们就能够付出，能够珍惜，也能够宽恕每一个人。让我们来唱这首歌《爱回人家》。当妈妈煮好饭的时候，她依然会把我的饭盛好，然后放很多的菜叫我来吃。妈妈不是得了健忘症，她是对我有深深的爱，满满的包容。我接下来要代表孩子来念一段文章。当你以为我没有看见。当你以为我没有看见的时候，我看见你把我的第一幅图画贴在冰箱上，这激励我想再画一幅。当你以为我没有看见的时候，我看见你为我做了很多爱吃的蛋糕，我就知道小事上我也要很重要。当你以为我没有看见的时候，我感受到你在我的额头上吻了一下，于是我带着爱进入了梦乡。当你以为我没有看见的时候，我听见你的祷告，于是我学习到谦卑的样式。当你以为我没有看见的时候，我看见你关心别人，于是我愿意竭尽一己之力。当你以为我没有看见的时候，我看见了。我想为一切你以为我没有看见所做的事情说声妈妈，谢谢你。是的，很多时候咱们感觉咱所做囡仔看，唔知其实囡仔拢知影。咱每一做一项，每一项代志，因拢知影，因拢有看见。这个时阵，咱要用力，就是一个感觉，来唱一条歌要自动作。所以看到的时阵咱就欢喜快乐，咱全部人起立两个人两个一组两个人两个一组，你找一个人那个没有的就找那个有的，旁边那个两个人一组我们要来带动唱这首歌爱我们的家来起来拍手，一起起立，看我们来。
光彩。只要有爱，你会发现你的生命觉得你很幸福，有亮光，对不对？但是我相信所有的妈妈都一定有很多很多的压力跟重担，是不是？当妈妈的有没有？有哈，都有很多压力。那我相信呢，神说你的重担、你的压力，神要为你背负。神说我们心里面要得到完全的安息。我希望我们每一个妈妈，虽然你压力很大，重担很多，但是有一个神，他知道他承担你所有的重担、所有的压力，他要让你的心得到完全的平安、完全的安息。我来唱这首歌，用速度很快的速度来唱这首歌。开手来。
惊讶哈。他们昨天呢，伊利就有一首歌，他就把它改编成歌曲。那这时候呢，他要用这首诗歌献给所有的妈妈。他们两个要一起唱这首歌哈。那我想这个歌词是他们改编过的。那他们昨天两个人，伊利跟以欣呢，他就弹吉他。其实他们从来没弹过吉他，实在是很好听，说真的，真的很不好听。可是呢，我是边听边哭啊，这首歌。但是我觉得那个爱就是感动我哈，所以我们希望他这首歌也能够献给所有的妈妈。我相信每一个妈妈都可以感受到那一份孩子的爱，孩子的那种心里面想为未来准备的。所以我们把这首歌请你们来分享给大家。我也不会唱，只是我的好。你是我依靠的力量，你是我寻求的宝藏，你是我的一切。你好比贵重的珍宝，我怎能放弃你不要？你是阿爸的希望。希望每一个人都能得到孩子的爱，那我们也一样这样的爱孩子。我相信上帝会很感动的。那上帝就赐给我们一个宝贝的妈妈，就是来照顾我们的小孩。求上帝来为我们预备，有这样的好妈妈。